經過連續多日不分晝夜嘅救火同埋救援行動，消防人員完成咗滅火同埋搜救工作，喺火場中成功拯救咗不少嘅居民。呢啲生命嘅奇蹟係消防人員以生命守護返嚟嘅。我首先向爭分奪秒扶命救命扶傷嘅消防人員致敬，致以無盡嘅感謝。我亦都感謝不同崗位各人員各司其職，醫護人員盡心盡力拯救每一位傷者，警務人員喺現場維持秩序，配合救火嘅工作，之後全速行動，投入後續嘅搜證、調查、遺體辨認等等嘅工作，仲有不辭勞苦嘅前線人員、公務員同埋熱心市民。不同嘅人士今次都展現出我哋香港人同是一家，互愛互助，無私付出，團結一致。